上下5000年，幾多風流人物，每日半個鐘，由我指點江山，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上一回我哋講完遼國嘅成天蕭太后，咁呢一回呢，我哋又將目光轉翻轉頭睇睇澶淵之盟之後宋朝呢邊嘅情況啦。嗱，澶淵之盟簽訂之後啊，令到宋真宗同埋寇準兩個都自我感覺好良好嘅。宋真宗啊覺得自己御駕親征，使錢買和平，呢兩個決策都係非常之英明嘅。咁啊，對於力挽狂瀾嘅寇準呢，亦都非常之敬重。而寇準亦都覺得自己挽救咗國家，立咗大功，咁所以呢，平時免不了就有啲面牙擦擦啦。好多同僚都睇佢唔多順眼嘅。咁有一日啊，宋真宗啊目送寇準退朝，大臣王欽若就喺旁邊話啦：皇上點解唔以澶淵之役為恥，反而係覺得寇準對社稷有功呢？宋真宗啊奇怪啦，就問佢咩意思啊？王欽若就答話：城下之盟，春秋所始。皇上你以萬乘之主簽落城下之盟，咁仲唔係可恥咩？宋真宗一聽啊面都黑埋。王欽若啊趁火打鐵啦。皇上有冇聽過賭博呢？啲錢就嚟輸晒嘅時候呢，賭徒啊總係孤注一擲，希望一鋪翻本嘅。皇上啊，你當時呢就係寇準嘅孤注啦，你話幾危險先得噶？宋真宗俾佢咁樣講呢，自尊心啊大受打擊，成個人都墮晒。自此之後啊，對於寇準嘅寵信呢就馬上跌鑊啦。冇幾耐之後啊，寇準就被罷咗上位，出任知州，王欽若呢就被任用為執政。到咗呢個時候啊，宋真宗一諗起澶淵之盟，就好似食咗隻曱甴咁，周身唔聚財。王欽若啊估到佢諗乜噃，特登同佢講：皇上啊，你想一雪前恥呢，不妨啊再去北伐遼國，將燕雲16州搶翻嚟啊！宋真宗啊最怕打仗噶啦，一聽到話打仗啊面都青埋，耍手兼擰頭就話：哎呀，何朔生靈，啱啱先免除干戈，又點可以再打仗呢？諗個第樣。王欽若呢個時候呢，先將佢本意啊講出嚟。既然係咁，就唯有封禪先可以鎮撫四海，令到四夷攝服啦。然後啊，佢又同宋真宗講，自古以嚟呢都係先有天授，咁然後帝王先可以封禪嘅。宋真宗啊問：邊有咁易有天授啊？王欽若啊搖頭晃腦話：天授啊邊有咁易得噶？其實前代呢都係攞人力搞掂嘅啫，唔通真係有咩河圖洛書嘅咩？都係聖人神道設教嘅啫。宋真宗聽佢咁講呢，就真係心郁郁啦，走去問秘國直學士杜浩，話河圖洛書係咩回事啊？杜浩份人就好直嘅，同宋真宗話：呢個係聖人以神道設教啫，未必係真係有啲咁嘢嘅。宋真宗一聽，原來前人都係咁搞嘅，喂，咁我都不如搞搞佢咯。嗱，咁我哋前面都講過啦，宋真宗趙恒呢份人呢，其實個人都唔錯嘅。如果俾咗其他皇帝呢，想搞乜啊搞乜，監生嚟噶啦。但係佢就仲係好顧忌周圍嘅人嘅諗法同睇法嘅。宋朝有所謂嘅與士大夫共天下嘅講法，所以皇帝做事啊就唔可以自把自為嘅。下邊班大臣唔響應呢，就搞唔起身嘅。宋真宗啊知道宰相王旦啊份人就好直嘅，佢如果搞咩長睡封禪，恐防王旦就唔制噃。到時個宰相跳出嚟拆穿自己，咁點算啊？於是呢，佢就揾咗一日，請王旦過嚟宮中飲宴。食完飯之後啊，仲專門賜咗一壇酒俾王旦，吩咐佢一定要翻到屋企之後呢，同老婆仔女一齊飲。王旦翻去打開瓶酒一睇，原來裏邊根本就唔係咩酒，而係一粒粒大大粒嘅珍珠。王旦啊醒水啦，知道宋真宗其實係想執住自己把口。
做皇帝做到要賄賂大臣嘅，咁歷史上咧真係幾少見嘅吓。除咗宰相王誕之外啊，宋真宗另外呢又請咗知書密院士陳曉守、秘國直學士杜浩同埋丁謂等等人呢一齊過嚟飲宴。食到半愣坑呢，宋真宗一人派咗個紅色嘅袋仔，大家打開嚟一睇，哇，原來又係大大粒嘅珍珠。宋真宗又話大家即管飲下，飲完之後呢，等陣仲有賞賜。咁食完之後啊，皇上果然又大發紅包。嗱，嗰陣時又冇微信吓，如果唔係啊，唔使搞咁複雜啦，直接啊發個微信紅包啊搞正啦吓。嗱，話說宋真宗冧掂班大臣之後呢，有一日啊，就召集群臣同大家講咗個古仔。佢話喺舊年11月嘅某一日半夜正準備瞓覺嘅時候呢，突然間就嚟咗個神仙。個神仙就同佢話，下個月喺正殿建道場1個月呢，會降落大中長符天書3卷。而今日啊，佢真係接到城隍司嘅報告，話有天書懸掛喺承天門上邊。班大臣一聽啊，個個都跪低恭喜皇帝啦。於是宋真宗帶住一班大臣嚟到承天門，叫侍從將天書攞落嚟，由宋真宗親自接收。呢本天書上面寫住呢，詔受命，興於宋，付於行，居其器，守於政，誓700，久久定。咁意思無非都係話趙氏受命於天，建立宋朝。咁佢趙行呢就係真命嘅天子啦。呢個趙氏江山即將世世代代流傳落去嘅。於是宋真宗就將當年嘅年號改為大中長符元年。咁所謂大中呢就係天書強調嘅萬事適中嘅意思，長符呢就係天瑞啦。然後宋真宗又宣布大赦天下，全世界一齊放5日假，共同慶祝天書。咁奉旨放假，大家都開心噶啦。於是京城內內外外一齊慶祝，全國上上下下呢就爭住討論長歲啦。咁隔咗一排宋真宗又要群臣討論封禪嘅事。咁封禪就係祭天嘅儀式，以前秦始皇、漢武帝都舉行過呢個大典嘅。不過後來個皇帝要舉行封禪大典呢，都要諗諗自己功業係咪真係到家先得。宋真宗唔理咁多啦，總之當正自己得係啦。嗱，咁皇帝想搞下邊自不然就有人響應噶啦。當年袁世凱想做皇帝都一班人勸進啦，係嘛？所以宋真宗一嗌大家討論封禪啫，馬上一大扎人呢就過嚟請願，要求宋真宗嘅封禪。請願嘅代表呢，包括文武百官、軍隊嘅將校，仲有外族人嘅代表、宗教界嘅代表，乃至係年紀好大嘅耆英。反正呢個代表性夠晒廣泛就係啦。咁宋真宗又去揾權三司事丁謂諮詢經費情況如何夠唔夠錢封禪啊？丁謂幾大都話夠有突啊。於是宋真宗呢就喺一次朝會上面同群臣話，舊年嗰位神人又託夢話我知有天書降咗去泰山結果泰山嘅禮傳庭呢果然得到天書噃。今次唔封禪真係講唔過去啦。於是宋真宗帶領大隊人馬浩浩蕩蕩走去泰山封禪。成個封禪大典前前後後呢歷時57日。咁正所謂楚王好細腰，就宮中多餓死。皇帝咁中意搞呢壇嘢呢，冚世界爭住獻長歲啦噃。咁陝州嗰邊呢又報告話黃河清咗啦，河中嗰邊呢又報告話有條蒼龍出現。總之呢個時候嘅宋朝呢，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個個都成個神棍咁嘅。史書上嘅評價呢，話一國君臣如病狂，真係講得一啲都冇錯吓。嗱，喺呢一場鬧劇裏邊宋真宗呢可以講係台前唯一嘅主角。咁而黃欽若呢就係第一導演啦，跟喺後邊嘅仲有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成規等等。呢5條友呢經常互相勾結，行蹤詭秘。當時嘅人將佢哋5個稱為5鬼嘅。上下5000年，幾多風流人物，每日半個鐘，由我指點江山。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去到大中長符5年嘅10月宋真宗又揾一班大臣過嚟講古仔嘞噃。佢話個神人又揾佢託夢啦，
傳達嘅呢係玉皇大帝嘅說話，話其實呢個天書呢係我叫你嘅先祖趙元朗授俾你嘅。咁隔咗幾日之後啊，阿聖祖果然就託夢俾佢，話要佢善待蒼生。咁皇帝金口玉言啊，唔到你唔信噶。於是呢，宋真宗啊幫自己定咗個祖先叫做趙元朗。咁無啦啦多咗個祖先啊，多嘢搞啦。首先呢，就要天下人為呢個趙元朗避諱啦。咁即係大家起名啊，個元字同個朗字都唔可以用啦。然後又喺京城啊建造景靈宮，供奉聖祖同太祖太宗嘅像，規模之大，規格之高，僅僅次於太廟嘅啫。然之後啊，又命令天下嘅各個州縣齊齊增設呢個聖祖殿，官員上任同離職嘅時候呢，都要去拜祭嘅。佢呢壇咁嘅嘢呢，係真係越搞越大啦。嗱，咁皇帝中意搞，下邊啊自不然好多人響應噶。喺大中祥符6年啊，老子嘅故居亳州啊，就有好多官吏同鄉親父老呢一齊入京城請願噃，話要宋真宗親自去亳州太清宮。宋真宗話既然民意如此，去就去啦吓。於是呢，幫老子加咗個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嘅尊號。然後嗌丁謂呢就去亳州嘅準備啦。幾個月之後啊，丁謂走過嚟報告話亳州呢邊有祥瑞喎，跟住獻咗37000支靈芝上嚟。朝廷裏邊嘅大臣個個都拗晒頭啦，哇，有冇咁誇張啊？宋真宗見大家唔信呢，仲專門闢咗個殿出嚟展覽靈芝。咁講真嗰句啊，呢個時候丁謂喺下邊做官，要搜刮呢啲靈芝啊，話都冇咁易啦。大家其實都心知肚明嘅，只不過皇帝中意，大家唔好意思拆穿咁解嘅啫。咁去到第2年呢，宋真宗真係帶住大隊人馬從開封走到去亳州，嚟到太清宮拜祭老子，踎咗成個月呢先翻開封。嗱，呢一場全國規模嘅大型迷信活動呢，搞到烏煙瘴氣就不在話下啦。更加攞命嘅係全國上下大興土木，周圍咁建宮殿建道觀。其中規模最大嘅係玉清超應宮，總共係有成2600幾座殿宇建築，動用全國最好嘅建築材料。稍為唔啱心水呢，又推倒重來。咁搞法，淨係一座宮殿啊，都使錢無數啦。更加莫講話全國上上下下咁多座宮殿啦。除咗大興土木之外啊，為咗管理嗰啲壇咁嘅嘢呢，宋真宗又設立咗好多嘅官員職位噃。咁一嚟呢，全國人民又養多咗好多個官啦。宋朝嘅財政壓力越嚟越大，而且大家知啦，官呢家嘢呢，設立就容易噃，要廢除又好難嘅。所以隨住個朝代越嚟越長呢，官只會越嚟越多嘅啫。宋真宗呢一朝仲係宋朝嘅前期，咁快設咗咁多官職呢，去到後邊有幾攞命，大家諗諗就知啦。嗱，咁拍一拍條數啊，全國上上下下將啲宮殿啊、廟宇啊噼里啪啦計埋呢，最少都使咗幾千萬貫。宋朝初年幾十年辛辛苦苦嘅積蓄呢，喺宋真宗呢一朝幾乎洗光洗淨，真係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就係啦。咁當然啦，呢個世界上呢，總係有啲人係夠膽講真話嘅。例如龍圖國特製孫息就曾經引用孔子嘅說話批評宋真宗話：天何言哉？邊度有天書先得噶？佢仲專門上奏疏同宋真宗話，所謂祥瑞呢，只係欺天愚民嘅做法，恐防仲會為禍後世添。皇上你不念民皮，不恤邊患，一個唔覺意又整件王朝，整件陳勝出嚟，點算啊？等到宋真宗去拜祭老子嘅時候呢，佢又提醒宋真宗要牢記唐明皇後期受安史之亂嘅教訓。而明臣張榮就多次點名批評王歆若同埋丁謂。佢臨死嘅時候呢，仲上表要求宋真宗斬咗丁謂個頭放喺國門以謝天下，再斬自己嘅頭放喺丁氏之門以謝丁謂。可見佢對王歆若、丁謂呢幾個裝神弄鬼嘅人呢係幾咁氣憤啦。咁宋真宗對呢啲激烈嘅反對意見呢，雖然都冇聽入腦，但係亦都冇追究呢啲大臣嘅責任。可見佢心裏邊自己亦都明白呢一壇咁嘅天書鬧劇呢，都係自己自導自演嘅啫。佢自己心裏邊唔多唔少呢，都係有啲心虛嘅。去到公元1022年宋真宗過咗身，呢部天書呢，終於跟住佢埋咗入陵墓裏邊啦。呢個天書嘅鬧劇足足搞咗15年咁耐，可以話將宋朝一下子搞到烏煙瘴氣，
而且財政陷入嚴重嘅危機之中。好在佢死咗之後呢，佢後邊繼位嘅宋仁宗同埋垂簾聽政嘅劉皇后啊，對呢味嘢就唔係十分感冒，咁所以冇繼續搞落去。若然唔係啊，呢個宋朝恐防唔使幾耐呢就彎彎公司啦，都唔使等後來金國嚟滅佢啊。上下5000年，幾多風流人物，每日半個鐘，由我指點江山，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嗱，關於宋真宗呢一朝啊，我落嚟再同大家講講幾位重要嘅宰相吓。第一位呢係王旦。王旦呢份人好正直嘅，佢同寇準兩個就唔係太啱 key 嘅。寇準係經常喺皇帝面前講佢壞話，但係佢就從來唔講翻轉頭，仲經常稱讚寇準添。宋真宗有時都睇唔過眼，同佢講話，喂，寇準經常講你壞話噶噃。王旦啊答話，我久居上位，肯定就有做錯事嘅時候嘅。寇準直言無隱，可見係個忠直之人啊。我啊正係因為咁呢，先至推崇佢嘅。後來有一次啊，寇準喺樞密院做嘢，見到中書辦嘅公事呢有違條例，就向宋真宗奏報啊。結果王旦係俾皇帝批評，中書嘅官員呢亦都俾責罰。冇幾耐啊，樞密院呢邊送公事去中書，亦都有違例嘅地方。咁中書嗰個之前俾人責罰嘅官員呢，就臨去奏報俾王旦知，希望佢係執翻寇準一劑。點知王旦指示話將呢個公文呢送翻去樞密院。寇準見到之後啊，好慚愧咁同王旦話：哎呀，童年啊童年，點解你咁大氣量嘅呢？嗱，咁所謂童年呢，指嘅就係童年考取進士，就唔係年紀一樣大嘅意思吓。對於懟鬼宋真宗大搞天書鬧劇嘅王欽若呢，王旦都好反感嘅。宋真宗一早就想俾王欽若做宰相噶啦，但係又俾王旦頂住。佢係同宋真宗話：早中朝都未嘗試過有男人當國嘅，我做宰相呢就唔係話想阻人發達，不過呢個亦都係大家嘅意見。咁啊用宋太宗宋太祖嘅舊例呢頂住咗王欽若。後來宋真宗搞天書啊，王旦被逼參與，但係佢心裏邊呢就好唔開心嘅。每次陪住宋真宗去祭祀啊，史書上記載話佢都悶悶不樂嘅。宋真宗送嚟嘅賞賜呢，佢就總係話：哎呀，呢啲都係生民嘅膏血，邊度受用得咁多噶？後來佢因為身體唔好，辭去上位。臨別嘅時候啊，宋真宗就問佢邊個可以代替佢做宰相啊？王旦就答話：冇人比得上寇準噶啦。不過宋真宗嫌寇準太硬淨，叫佢再推舉其他人啦。王旦就答話：其他人神就真係唔知噃。咁冇幾耐之後啊，王旦就去世啦。臨死之前啊，佢就對自己嘅仔話：我就冇乜其他嘅過失，唯有就係天書呢一件事唔能夠直言相諫，真係有愧於天下。我死咗之後呢，就將我嘅頭髮削咗去，披住黑衫嚟入殮就係啦。咁佢啲仔本來準備執行佢呢個遺言嘅，咁但係佢咁搞法啊，即係明替宋真宗眼眉嘅啫。旁邊啲大臣呢就掹住咗。嗱，呢位王旦啊，本來有機會成為一代名相嘅，咁但係因為一念之懦弱呢，可以講係遺恨千古啦。宋真宗後期任用嘅宰相裏邊啊，比較正直嘅呢，仲有寇準同埋李迪。呢個時候啊，宋真宗嘅身體已經好差啦，好多時呢都由劉皇后代為協助。呢位劉皇后啊，亦都係一位相當之有政治能力嘅女政治家嚟嘅。咁佢嘅故事我哋後邊就會講到吓。總而言之呢，寇準同李迪同劉皇后就唔啱嘅。劉皇后想自己管理朝政，而寇準同李迪呢就希望太子繼位之後啊，唔好有太后干政嘅事。而劉太后就聯合埋權臣丁謂、錢維演等等人呢，一齊對抗支持太子嘅勢力。後來宋真宗去世，劉太后垂簾聽政，馬上將寇準同埋李迪貶到武雷宮咁遠做官。丁謂甚至想派人逼死佢兩個添。不過寇準睬你都傻啊！你想我死啊嘛？麻煩俾詔書嚟睇睇先。個使者攞唔出，
寇準掉轉頭繼續飲酒食肉，一啲都唔在意嘅。咁反而李迪比較陰功吓，聽到個使者話皇帝想你死呢，真係有自尋短見噃。好在俾個仔救翻啫。總之宋真宗去到後期啊，幾位有能力嘅宰相呢都發揮唔到咩作用，反而係王欽若啊、丁謂呢啲小人呢都係十分之得志啊。所以對於宋真宗呢一朝啊，歷史上嘅評價話佢先明後分，同當年嘅唐玄宗呢都有啲相似嘅。不過佢明嘅時候呢就冇唐玄宗咁明，分嘅時候呢又冇搞到唐玄宗咁大鑊就係啦。